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1月2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 AI 骗局什么叫 AI 骗局呢？也就是在这个美的还不知道 AI 怎么赚钱的时候，还在为 AI 怎么赚钱发愁的时候，对吧？现在很多机构说美的这个人工智能有泡沫嘛，它的逻辑不就是这 AI 还不知道怎么赚钱，但是各大机构、财团、资本都在疯狂的投资 AI， 但是不知道 AI 怎么赚钱，所以很多机构认为你这个美的的这个 AI 泡沫正在形成，甚至有可能就像互联网泡沫破裂那样带来惨痛的经济教训，一切都是因为 AI 不赚钱，目前没有盈利模式。但是在大洋彼岸，在咱们这儿 AI 早就开始赚钱了，早就实现AI 盈利了，近水楼台先得月那为什么咱们这儿 AI 能赚钱呢？这一切还得归功于骗子。不要说这个骗子就是咱们很多上市公司不都已经号称自己 AI 盈利了吗？ AI 应用，对吧？ AI 各种小程序，各种应用，各种高大上的，或者是对吧，这个能登大雅之堂的，反正都在赚钱。最先赚钱的毫无例外就是骗子。这个咱们在以前节目说过。今天虎嗅刊登一篇文章，叫当 AI 成了杀猪盘的新外衣。这个是虎嗅的镜像工作室发表一篇报道，揭露杀猪盘利用AI 这个外衣怎么去骗钱，怎么让人倾家荡产，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也很有意思2025年10月18日，肖红斌打开手机，发现星光云 APP 已无法登录，客服失联，群聊禁言，有人投了200万，有人贷了30万，还有人把养老钱全部砸了进去。这个曾宣称布局全球 AI 服务器和机房建设的平台，在运行近2年后轰然崩盘。你看这名字就够高大上的。有很多人现在他用激将法骗你上当。他说叫布局全球 AI 服务器和建设机房，你好多人一听这不靠谱你这什么玩意那人家马上就说你老登，你跟不上时代了。有好多人一听说自己是老登，马上就来火，对吧？我怎么能是老登呢？所以为了让自己好像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显得自己好懂，他就上套了。为了让自己不那么老登，他就假装自己懂这个什么全球布局，什么机房，什么算力，勉强自己懂最后乖乖掏钱。你不掏钱怎么能证明你懂呢？怎么能证明你看好这行业呢？在运行2年后该 APP 轰然崩盘。当人工智能成为新时代的炼金术，一群对技术既狂热又无知的普通人成了最理想的猎物。就是我说的刚才有那么一部分人，他害怕自己成为别人口中的老登，他在装着自己懂，跟得上时代。但还有很多年轻人，对吧？他也是装着自己懂，实际上他不懂，也跟风。那这些人就是骗子，对吧？这个杀猪盘的对象。实际上就不懂就是不懂，懂就是懂，不懂装懂，那当然要受骗，要上当。2025年4月8日下午，三亚说，坐在从机场出发的大巴黎，肖红斌看向窗外的热带风光，有些兴奋，有些担忧。45分钟后，他到达了目的地——三亚海棠湾喜来登度假酒店。这是一个5星级饭店，占地10.8万平方米，那肯定高大上，对不对？骗子就喜欢这样利用这个很多人一看高大上，立马就不设防。肖红斌听导游说能住在这里的都是非富即贵的人。这就让我想起了这个当年 P2P 火的时候什么理财公司财富中心火的时候，那都是在东三环、国贸什么那个37那一带，你知道吧？都是高大上的房子，都在里面租办公室、写字楼。你到了这地方，你不由得不相信人家的实力，你一相信他，你就把本金给了他，你就是来为这个买单的，你为这个一切高大上买单，花的是你的钱。年近40的肖红斌来到这里参加星光云科技公司的什么春季新品发布会。去年年初，朋友带他投资了这个 AI 项目，放了30万进去。3个月后，作为投资者，肖红斌受邀参加这场三亚发布会。发布会来了几千人，大家排队签到，酒店500多间客房都住满了。在人堆里，肖红斌看到了有些农村的老爷爷老婆婆背着竹篓就来了。在这间豪华的酒店里很显眼。最重要的
发布会安排在第2天下午，会上预告了一款 AI 手机，设计很像苹果手机的外观。快结束时，台上来了一个机器人，主持人问他三亚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三亚。机器人回答了个问题，还表演了一段太极，3分钟就下台了，特别简短。再问起来当时发布会上具体的说了些什么，肖鸿斌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你看看啊，这个骗子啊，做局是吧？这个机器人公司也赚钱呢，因为你搞这么个活动，不要搞个机器人来表演吗？这个机器人实际上啊，是那个从什么巨声机器人公司买的，买了之后有2次开发。这个我想大家都懂啊，2次编程，2次开发，让它好在某个场景下进行表演，比如跳一段舞，跳个什么曲子，或者甚至啊对话，翻个跟头，这些动作啊都需要2次开发，要编程。那有人就干这事，对吧？开发完之后，把这机器人租给类似这样的发布会，表演一下3万、5万，甚至10万。你看，巨声机器人啊，这个行业也火了，这不有了应用场景吗？你不服不行啊！美的他想不出这些，你知道吧？他和其他观众一起鼓掌拍照。听完整场之后，他开始觉得 AI 是之后的一个趋势。29岁的孙秀珍也曾一度迷恋星光云包装出来的 AI 美梦。孩子刚1岁多，你看这就是个宝妈呀，待在家里闲得无聊，又急于要证明自己，对吧？想通过投资赚点生活费。去年年初，朋友介绍星光云，还被带去旁听星光云在酒店开的讲座，礼炮一打，讲师上台讲 PPT。孙秀娟看讲师在台上一直提到 AI 智能化的字眼，问旁边的上级朋友这是什么意思？上级那不是传销吗？上线吗？这个我说啊，朋友说就是和豆包差不多。孙秀娟想豆包是什么，但她还是深信不疑，投了好几个项目。据星光云科技介绍，该公司成立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在欧洲、东亚、非洲各地区建设有主机房，通过出售 AI 服务器等基于云计算的 AI 服务，利用 AI 算法的数据分析服务等实现盈利。在深圳注册有国内公司，拥有实体门店，号称自己生产了睡眠仪、美容仪等 AI 产品。面向公众的项目为3个方向的架构啊，一个是星光云公司，星耀共创联合投资方，同勤资本担保方。一旦投资失败，本金的80%由星耀团队承担，也可购买保单，由同勤资本全额担保。按照星耀的说法，他们就是星光云公司的投资方，成立10余年，投资未尝败绩。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投这个星光云的这些项目，如果你星光云如果投这个项目失败了，你的本金80%由他的股东帮你赔，你不用担心。这个股东就是对吧？什么星光药团队。如果你还是不放心，那行，你再买一份保险，叫同勤资本。你买了一份保险呢，那你这本金100%由这个保险公司给你赔。你要这个投资失败的话，你看看我不太理解啊，就是受害者他怎么能相信这3家公司呢？这3家公司哪个有信誉啊？都是些没有信誉的，互相担保、互相保证有什么用啊？什么同勤资本是干啥的？有多少资产？但是人家这么一设计就显得高大上。你看看啊，我还有担保方，我还有什么托底方，对吧？你这个是非常安全的，保赚不赔。项目很有可能失败，但是你这个资金有人给你赔偿，这么一看就好像显得高大上，显得大家就理解了啊。老灯一下就变成小灯，甚至连投资系统都看似高级又神秘。按流程，投资者需要通过一个 OE 交易所的第三方 APP 把人民币转换为数字货币，再下载星光云 APP， 选取里面心仪的投资产品付款，那就把你的钱洗走了。一直到去年10月中旬，投资者们陆续反映自己的项目到期钱提不出来。10月18日，星光云 APP 无法登录，所有公司的人都联系不上，星光云项目正式爆雷，无数普通人牵涉其中。近年来，披着 AI 外壳的骗局层出不穷，有人售卖 AI 视频培训课程，号称每日稳赚200元；有人制作仿冒知名 AI 平台的山寨网站，用免费内测诱导用户，以 AI 为噱头的非法集资是其中，相对来说危害更大、牵连更广的一种。受害的都是一群对技术无知但又狂热的普通人。对那夜，肖鸿斌能回想起最后一个碎片是晚宴，发布会结束后，人们被安排在室外看歌舞表演，每个人被发了3、4个荧光棒，跟着音乐摆动。
大家越来越嗨，有人激动地冲上台合唱，看起来有些热泪盈眶。哎，这就是传销那个叫什么？叫激励大课、激励大会啊，就是这样的啊。有人负责煽情，有人负责音乐，对吧？然后下面还有人配合，这样的话全场感动啊，然后你就进入叫集体无意识。我们都是一群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把自己的棺材本都弄上去了，能不感动吗？肖红斌说啊，这下好了啊，这就不用棺材了吗？这死了火化就完了，骨灰往海里一撒，省事。棺材本反正没了吗？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远处是夕阳的余晖，眼前是炫酷的灯光，身边有波浪似跳动的荧光，像梦一样。这个该说不说啊，我为什么懂这么多呢？是因为经历多。你看传销我还干过，这种激励大会我还参加过，所以说对这些骗局啊就能一眼识穿着。那没办法，这个坑啊都是自己踩出来的。这个文章说啊，2025年1月，经朋友介绍，肖红斌第一次走进那间工作室，屋子不大，却布置的颇为正式。有人开门见山的问他：“你了解人工智能吗？”肖红斌想了想，回答得很坦率：“知道，挺流行的，挺时尚的。”对方随即自我介绍，他叫秦瑞，是星光云在当地的总负责人，称公司正在研发人工智能项目，邀请投资者加盟。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大屏幕轮番播放着雷军、刘强东等企业家谈论人工智能的公开视频截图，以及国家层面有关人工智能发展的会议画面。技术细节并不多，关键词却不断重复：风口、国家战略、下一个时代。你看啊，有好多人一听到这词就激动啊，好像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肖红斌起初保持怀疑，但1周后，朋友再次把他叫去，这一次话题不再是人工智能，而是收益率和回报周期。朋友成了关键的担保者，家境优渥，出手阔绰，并承诺赔了我兜底。肖红斌动摇了，这么有钱的人都在做，我投一点问题不大。实际上啊，我要是肖红斌的话，我就会想，这个朋友既然这么看好，他投了多少？是不是全部身家都投进去了？是不是房子抵押了投进去了？然后七大姑八大姨是不是都借完了钱投进去了？父母是不是都挂到百合网？既然你这么看好，对吧？而且人家投赔了钱你兜底，那你肯定得，对吧？疯狂加杠杆上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他不看好啊，对吧？如果有个人跟你宣称啊，他特别看好这个项目，忽悠你投资的时候，你就看看他有没有把杠杆加到极致，对吧？把父母挂到百合网，再要一笔彩礼啊，说不定把老婆也挂出去，对吧？假离婚再要一笔彩礼，这都是杠杆加到极致的表现。这个肖红斌啊，被他朋友忽悠了，先投了几万元，为期10天的短单，到期顺利返现，本想就此收手，但随后朋友和团队长开始频繁劝说他加码，也就是前面给他的一点甜头尝尝，对吧？后面你看看叫路径依赖了，对吧？你看你这个投了这赚钱了，你再加大本金，你赚的更多啊，改投本金更高、周期更长的产品，甚至直接建议他去银行办理信用贷款，现在不上车，以后就没机会了。你看看啊，建议你去贷款，那他自己为啥不贷款呢？是不是贷过了？在这种反复督促下，肖红斌最终以购买工程机械为名，向银行贷款30万元。在这场骗局里， AI 对投资者们来说只是最表层的一种吸引力。星光云的介绍里，一次投资随随便便就能有接近双倍的利润，最高甚至能有10倍。以一款去年2月6日上线的自动化工厂管理平台产品为例，本金12万，周期360天，什么最初等的等级啊，投资者可获益37万2300美金，最高等级就是 V8 级的，可获益118万2600美金。我天哪，这上千万呢，这太狠了吧！公司设计了一套细致的收益机制，主要影响因素有2个：产品周期与个人等级。这不就是传销吗？个人等级就是传销啊，老鼠会啊，一级一级的金字塔结构。投资者们投的越多，投的越久，赚到的也就越多。这个可以理解吧？就是你把钱投进去，你最好别拿回来，那你永远是最多的吧？我给你100倍、1万倍的收益吧，反正你不拿走的吧？你就一直放在这里面。很少有普通人能抵挡住这种诱惑。刚投资的时候，孙秀娟和老公商量，就简单投个1-2万。第一次投资项目本金7000多元，10天后就能提现收益200元。
通过类似的短单项目尝到甜头之后，孙秀娟开始琢磨多投多赚，她自己偷偷把花呗套了现，最后一共投了3万多元，陷阱还像泥沼一样让人无法自拔。新冠云设计了高频互动机制，每日签到返利，每周直播宣讲，群内晒收益，激发红包，不断强化稳赚不赔的幻觉。与一般的签到不同，新冠云 APP 的签到奖励丰厚，满1年送手机，3年甚至可以领1辆特斯拉。哇，你要3年连续在这个新冠云里签到啊，你可以得到1辆特斯拉。新冠云的内部人员在群里每发一段 AI 宣传语，也会相应丢出一个红包。宣传语就像 AI 机器人作为未来产业革命的核心引擎，科技的创新迭代正在加快渗透各行各业，从智能制造到智慧生活，从企业赋能到个人助理， AI 机器人正在重塑全球的经济格局，成为推动企业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谁能率先布局，谁就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骗局在此间不断的扩散，但不止一个投资者表示，在投资之后，他们便很少再关心 AI 到底是门什么样的技术。在这个骗局里，真正高明的不在于他讲了多复杂的技术故事，而在于他精准的操纵了人最难防御的部分——情感。杨文珍快50岁了，是个单亲妈妈，孩子刚上大学。2024年年底，一个叫王建军的网友通过 QQ 找上他，向他介绍新冠云。起初他也觉得不靠谱，但遇到王建军的时候，杨文珍刚刚摆脱800万债务。他曾开了一家药店，但因为疫情倒闭，房子、车子、金银首饰等所有值钱东西都被变卖，身无分文，只能再出去打工。哇，那曾经富过啊，也就是他已经赔过了。这个杨文珍结果还能上当。王建军告诉他，你不是打工的命。他被触动了，他们俩几乎每天都聊天。王建军聊自己的初恋、原生家庭和工作，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听杨文珍说。半夜，杨文珍发了4条语音。早上起来，王建军每一条的认真回应。杨文珍去北京旅游，有2天手机丢了，王建军打了20几个电话，说当时都要报警了。杨文珍晚上去夜跑，王建军让他语音和他聊天，叫那些可能不怀好意的人知道另一头有人，你对他关心啊，打感情牌啊，这个照顾的无微不至啊。杨文珍比王建军大了10岁，给他的备注是宝宝，因为家里只有狗狗叫宝宝，现在也没改。他的感受是，我跟这个人真的是朋友，是亲人，关系这么好，无话不谈，对吧？人家就要骗取信任，然后把他一把刮干净。他最后还是投了钱。去年2、3月，杨文珍投了2次，有一单本金8万多，3、4个月后到期，赚了2万多，之后一直没有再投资，直到9月份左右才看到一个好单，本金将近30万，但周期只要6个月，投资的钱来自姨妈和兄弟姐妹，还有些是打5折售卖自己没穿过的衣服得来的。去年1月初开始，杨文珍一共转账给了王建军，提供了16个不同的账户换那个虚拟币啊，花了30几万。投了钱之后，杨文珍对王建军说，我什么都没有，你不要骗我。王建军说，你跑了我都不会跑，你对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他说得很自信，杨文珍相信了。后来杨文珍才发现，王建军不是普通的投资者，而是新冠云的执行官，是群里发红包的那个人，上线呗，总上线啊，或者是区域的总上线。拼单开始了。去年9月中旬开始，新冠云发出了跟团拼单的新活动，公司开团，所有的人都能参与，每次有人参与拼团就发红包，群里的红包一个接一个发，热火朝天的氛围让孙秀娟按捺不住，继续投了一个本金1万多，2个月到期的短单，第1个月返本，第2个月翻倍。然而他发现拼单活动出现越来越频繁，期限也越来越短，我感觉这个钱要打水漂了。杨文珍也早有感觉，看到群里的疯狂拼单，他心里警钟越来越响，钱也退不回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不停地去问上级王建军，得到的只有相信我这样敷衍的安慰。很快裂缝出现了。10月的一天，许多人发现产品返本息的时间到了，钱却取不出来了。新冠云解释，这是因为到期的拼单产品很多，需要人员审核，要等几天。几天后，连大家自己单独投资的项目收益也提不出来了，质疑声越来越多，
再后来群里就被禁言了。10月18日，新冠云 APP 彻底关闭。早上起来，杨文珍发现每天9点雷打不动上线的王建军没了动静。那天之后的一周，杨文珍几乎没吃饭没睡觉，心里空荡荡的。去年以来，包括广东、云南、湖南等地在内的多地金融监管部门密集警示以虚拟币为名的非法集资风险、新型网络诈骗风险等。新冠云并非孤立的骗局，但它将虚拟币交易、高收益承诺与人工智能叙事紧密缝合，精准击中了普通人对风口的渴望。在这场席卷数万人的骗局里，最终承受代价的是像肖红斌、孙秀娟、杨文珍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投进去的不只是钱，还有对未来的希望。实际上这样也好啊，把他们彻底清零了，有助于他们重新树立对未来的希望。这样好了吗？清零了吗？重新开始一切从头开始。这些人你要不给他清零呢，他没有办法从头开始。在肖红斌所在的北方某5线城市，就有800人左右参与投资，维权群里进了314人，每人至少投入上万元。孙秀娟与其他受害者们集体到门店讨公道，现场有人哭晕过去，这都是为自己的贪欲为自己的贪婪，为自己的总想这个不劳而获付出血的代价。很多人贷款几十上百万的投进来，听到大家被骗钱的数字，孙秀娟有点不敢说真话，顺着说自己也投了10几万。她觉得和他们比起来，自己亏得太少，怕自己融不进去，也怕他们心里更不舒服。如今杨文珍聊起跟王建军所有的聊天内容，依然很开心。虽然他把我后半生骗得很惨，但是我一点都不恨他。你看，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都已经骗出病出来了暴雷后的一天，杨文珍早上9点多出门，一直到晚上6点多才回来。他拍了一天的天空，边拍边哭。AI 高回报，或者是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此刻都已经成为泡影。骗局看上去是花样翻新，实际上都是新瓶装旧酒，骗的对象还是那么一群人，骗子也还是那么一群骗子，只不过换了个说法。这回这个新瓶就是 AI。 这些受害人实际上要打个引号，他们不能简简单单的说是受害人。从这个虎嗅这个报道里面看，他们实际上隐隐约约知道有问题，对吧？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有问题。我不相信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对吧？现在社会上这么多报道，央视的、自媒体的、各大媒体这种报道，杀猪盘、电诈、缅北，各种花样翻新的骗局，我不相信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只不过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这些人有的人非常坏，你知道吧？像这些骗局里面，有的人他是纯粹是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第一波进去的人，他的本金拿回来了，然后他不再投了，然后他忽悠别人去投，他拿提成，然后拿完提成之后他就跑了。杀猪盘的操盘的人割韭菜，他也割，他是借着杀猪盘就割。而很多后来的这些受害者，多多少少都是这种心态，认为自己只要跑得快，我再投一把，我把钱一赚回来，我就不玩了，然后我就发展下线，下线投，我跟着后面赚点提成，反正赔了也不是赔我的。我跟你说，这些受害者多多少少都有这种心态在里面。所以说这些人不能简单的叫受害者，对吧？他实际上他都是叫助纣为虐，只是他失算了。因为现在杀猪盘爆雷越来越快，对吧？这个杀猪盘好像不到1年就爆了。所以你看AI 应该说起源于美的吧，美的到现在不知道怎么赚钱，咱们这边 AI 早就开始盈利了。他们从来不想银行利息只有0.点几了，3年期的只有1点几了，银行的利息你投什么你能有这么高的回报实际上他们心里有数，他知道这是不可能，无非就是想觉得自己能在这个垮之前他先跑，能在爆雷之前他跑了，他把本金提出来，他比别人精明。这不就跟胡适是一样吗？都知道这胡适是沙滩上建高楼，对吧？都知道这不靠谱，都知道这些上市公司业绩不好，都知道，对吧？你看那个摩尔县城他摩尔县城好像这个营业收入只有10个亿，那10个亿怎么来他不知道但人家亏损15个亿，你影响的股价吗？根本不影响，一个概念就能这么赚钱。这不光是摩尔县城就是还有其他的，对吧？欺诈上市、做假账，那个业绩都是假的，照样有人买一个搞绿化的说他搞人工智能，马上在胡适是不是股价就涨了10倍搞园林绿化的他说他搞人工智能，那就好多人去买，结果对吧？证监会这个温讯函来了一下戳穿了这个假象，股价连着跌停，又有多少人上当，也有多少人钱在里面出不来，赔得稀里哗啦的。所以你看这个杀猪盘最大的杀猪盘在哪儿最大的杀猪盘在胡适，不照样有对吧2亿多人在里面认为自己很厉害吗？认为自己对吧认认真真在里学知识，在里学什么算力、人工智能。你说这里面人合
和这个杀猪盘里这些肖红斌、什么孙秀娟有什么区别呢？胡适里面这些人啊，他也是这个侥幸心理啊，他认为在这个大厦倒塌之前，他能逃顶，不叫逃顶吗？是这意思吧？胡适里面一个专有词语不叫逃顶吗？哎，大家都认为自己能逃顶，都知道这是骗局，都知道他买的那个热蒙股啊，就是讲概念，啥也没有。但是他认为他怎能在那个连续跌停之前他跑了，但是一旦跌停了被抓住之后，他在那哭爹喊娘，对吧？这个杀猪盘的就是维权，哎，去报警找警察维权。这个胡适里面就是哭喊要保护中小投资者，不就这意思吗？所以啊，本质上都是一样。作为牛马，作为韭菜啊，离这些高大上的词啊远一点。你可以去了解，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但是想让你掏钱没门，出人可以，出钱没戏，就这么简单。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